对中国甲东南亚来的新住民是目前咱台湾第5大族群。为着要好这新住民会当学习所谓技术，伊面对家己服务站有办理拍片甲拍纪录片的课程。来上课的新住民就表示讲，这课程互因学会晓安怎用摄影的设备，后摆就当翕影片，甲台湾生活点点滴滴翕互故乡的亲人看。教翕影片的老师教这寡新住民安怎用数位设备，抑个拍影片的技术。第一届接触这么完整的影片制作课程，大家拢真认真，也感觉真心实。我来这里学习这个摄影课程，就是记录我在台湾的生活的点点滴滴，让在远方的家人知道我们在台湾的生活。因为咱社区的民众可能对新住民还无遮了解，要安怎拍片，要安怎主家，会当展现因的多元文化，会用这种方式来咱知影讲因的文化是啥物。嘉义县移民单位讲，新住民已经是台湾第5大族群，官府甲民间团体合作，伫咧新住民的服务据点开课，除了增加社会参与，也提升数位的能力。我感觉这真有意义啦！伊一寡生活会使互因等于因家己的，像越南印尼因家己的国家的亲友看，嘛会使互咱台湾的朋友看咱遮新住民的生活过程。把我们每天的生活记录下来，寄给妈妈看，每天她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在台湾的生活，让她更放心，不会再担心我们这样子。协助新住民的民间团体台湾爱延续协会表示，新住民自国外来到台湾，对语言、生活到文化，各项拢爱学。透过学翕影片，互新住民用镜头记录生活，家己台湾的一切用影像传转去互故乡的亲人看，增加外国人士熟悉了解台湾的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